大家有冇試過新年立志減肥、學英文、早起健身，結果堅持2星期就食返宵夜？或者你成日話下個月先開始新習慣，但下個月永遠嚟唔到？今日我 Anna 就同你分享呢本書《原子習慣》，作者 James Clear 有一句金句：成功唔係靠單一次大爆發，而係每日1%嘅小改善，每日進步1%，一年之後可以進步37倍。呢個就係習慣嘅複利效應。嚟同我飲杯咖啡，慢慢傾啦。呢本書教你點樣用細習慣改變人生，下面就會講5個最實用重點，同大家分享書中例子同日常點樣可以應用到。第一，最核心嘅係複利效應。好多時我哋太想一次過做到好大改變，反而忽略咗細微習慣，其實先最有力。其實培養好習慣唔係要你即刻變成另一個人，只係由今日開始，每日做一小步改變就已經好足夠啦。James Clear 話：Habits are the compound interest of self-improvement。習慣就係自我提升嘅複利。佢又話：You should be far more concerned with your current trajectory than with your current results。你應該更加關注你而家嘅軌跡，而唔係而家嘅結果。咁即係點呢？例如唔使即刻一日讀2個鐘書，先由每日背5個生字開始；唔使即刻跑半馬，先行10分鐘。時間會幫你放大呢啲1%。重點2，唔好只係建立目標，要建立系統。第二，好多人建立目標但係失敗，因為佢哋只係睇結果。James Clear 話：You do not rise to the level of your goals, you fall to the level of your systems。你唔會升到目標嘅水平，只會跌到系統嘅水平。如果你想減肥，唔好淨係話我要瘦10磅，而係要建立食完飯即刻洗碗，就唔會再食甜品嘅系統。返工忙，每晚出門前將運動衫放喺台面，咁返屋企就自然會去做 gym。重點3，習慣嘅4個法則。想培養好習慣 ，make it obvious， 令佢明顯 ；make it attractive， 令佢吸引；make it easy， 令佢容易，同 make it satisfying， 令佢有滿足感。書入面有句金句 ：Environment is the invisible hand that shapes human behavior。環境係塑造人類行為嘅隱形之手。例如想多啲飲水，水樽放台面最多眼位，咁就係最明顯。想健身，同朋友一齊去，或者健身完飲杯最愛嘅咖啡，咁你就會愛上健身呢個運動啦。想早起身，前一晚將所有嘢準備好，先由着衫坐起身開始，咁就一啲難度都冇啦。重點4，身份改變先係根本。第4，最深層嘅改變係改身份，唔好話我要戒煙，而係話我係一個唔食煙嘅健康達人。作者話：Every action you take is a vote for the type of person you wish to become。你每一個行動都係為你想成為嘅人投一票。如果想成為有閱讀習慣嘅人，就每日喺地鐵讀10頁，做得多，你自然就會變成咗嗰個人。重點5，2分鐘規則同埋環境設計。最後 James Clear 仲有個超實用2分鐘規則，任何新習慣一開始都要縮到只需2分鐘之內。例如想冥想，先由坐低打開 app 開始，咁就容易堅持落去。再加埋環境設計，你就唔使靠意志力同自己搏鬥啦。最後送你書入邊一句金句：You do not have to be perfect, you just have to start。你唔使完美，你只需要開始。小習慣，大人生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